西貢區社區中心2026暑期活動已經推出，如果你想優先報名暑期活動，就記得參加入簽階段啦。入簽階段喺4月6號早上9點半推出，只需要上網填表格就可以啦。當中記得要填寫準確嘅資料，因為所有資料都係俾我哋聯絡返你同埋確認你嘅簽號所用。而你最多可以選擇20個心儀活動，只需要喺當中填寫活動編號就可以啦。如果你遞咗表，但係又想更改選項，只需要重新填過一份新嘅表格，我哋就會以你最後遞交嘅資料為準。而喺公布抽籤結果之後，都唔使太心急，透過4月20號將會發放俾你嘅報名清單，就會知道抽籤結果啦。暑期活動優先報名就喺4月20號至5月2號期間，家長呢段時間可以喺中心辦公嘅時間親身嚟報名，或者聯絡我哋暑期活動熱線嘅專員為大家處理付款就可以啦。以上就係我哋今年暑期活動報名嘅重要日子，公開報名日就喺5月26號。如果你錯過咗之前嘅日子，就記得喺公開報名日過嚟報名啦。我哋仲有更加多嘅活動會陸續推出，希望呢段短片都幫到各位順利報名我哋嘅暑期活動啦。如果有啲咩查詢，就可以跟以下嘅方式聯絡我哋。多謝各位。